大年初一星象，水瓶座日食，創造全新版本的自我。每年新年初一都由新月所開啟，然而今年的新月卻以日食的姿態上演，意味着這股嶄新的力量將更劇烈地衝擊我們未來一年的生命方向。日食本身就有去舊迎新的推動力，催化着生命中的人事物結束與新生。那些不適切的人際關係、不合適的工作、過時的思維與處事方式，都可能在日食的洗刷下被迫退場。回望過去的一年，若然感受生活某些人事物已經與靈魂的渴望錯開，那麼日食的時刻剛好讓我們進行一次徹底的斷捨離。尤其今次日食有天王星的參與，為我們注入了強大的革新意識，或是帶來了突如其來的消息，令人一下子手足無措。在日食與天王星聯手衝擊下，我們可能需要顛覆過往的價值觀，打破舒適圈去作出嶄新的抉擇。如果期盼着新一年會有新的氣象在生命中出現，那麼就跟過去的自己好好地告別吧。如果想要令人生活出全新的版本，那就將自己升級成更新版本吧。所謂的升級，並不代表要成為世俗目光中更好的自我，而是升級成更貼近靈魂的真我，讓內外一致同步，為生命更合乎自我本質的機遇。月食雖然帶來顛覆的改變，但落在雙魚座的金星與巨蟹座的木星譜寫出感性的共振，意味着只要帶着柔軟的內心，超越過往既定的邊界去連結嶄新的狀況，將發現宇宙其實正安排着最合時機的禮物。願我們都能以全新的版本的自己，在注定要變革的一年裡，創造出生命更多的驚喜與機遇。